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9月30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早起阁有55万档 BNT 预防车送到咱台湾，严格学校阁欠30万档，学生爱延后注射，煞去报着期中考。咱湾用渔业去互美国来做强迫劳动的污名单，民间团体去行政院批评政府一年来拢无作为。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今仔日无新增加病例，也毋过有7个境外入境的案例。早起呢，嘛有搭咱台湾驻门票头的 BNT 预防车送到位，若后期sẽ当做到2月初8。下晡，阁有咱家己买的一批 AZ 预防车送到位，另外莫德纳预防车嘛有机会会送来。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新的说明。今天没有本土病例，那境外移入有7例，那也没有死亡的个案。BNT 疫苗54万剂，那于9月30日上午抵达。我的右手边是在合约里面的样子，那这是实际的我们拍摄下来的样子。本批的效期是到2月8日。今天下午我们有65.6万剂的 AG 的疫苗到下午总共这个 AG 的疫苗我们订了1000万剂这双边购买的。那目前是到货到了502万剂。莫德纳应该也有机会了应该有机会会来那到的时候再跟大家做报告。6成之后，那一些比较难开放的开始思考来做一些开放。那至于降级，那我们希望的覆盖率要能够更高。那头一批55万档，咱台湾驻门票头的 BNT 预防车是伫今仔日透早送到位。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这批预防车是标准原厂的包装，那标头是写英文，唔是写简体字，会赶紧送去检验，才配合学生囡仔甲民众注射。那咱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今日透早嘛拢已经做好第2档高端预防车。照流程报道甲问诊，随坐落来注射，总统蔡英文伫注射了后，还佫摕黄卡甲镜头点一下，已经完成第2剂高端疫苗的注射。也那副总统赖清德时刷嘛来完成高端疫苗第2剂的注射。不日个国家元首做防护，英灵基金会、防害者的单位因买辉瑞 BNT 疫苗，头一批55万剂客制化的这个标签 BNT 疫苗。30月透早过来到台湾，本来是预计他可能10月6号要打，所以要延后，那可能就要延个几天。当然有时候这种既定的行程或既定的安排被打乱那当然大家会有一些意见不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那就麻烦大家多等个3、4天吧。因为这批 BNT 疫苗要完成封签甲配送，有一定的程序要完成。但是中请国内国爱阁等一下，嘛强调讲，这批疫苗是照国外的标准伫个原厂来包装，伊的标签是英文，无简体字。嘛强调讲 ，AZ 疫苗下部分细都会到。最近还阁有 BNT 的疫苗卖到货。整体的策略上就是 BNT 都打第一剂，然后 Moderna 或者是 AG 进来的，这要打第2剂。第2剂，这是一个确定的对，以目前做这样的安排。那高端呢？高端的我们大概就是会1、2剂并行。也那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伊透过面册咧表示讲，有140万剂 BNT 的疫苗已经完成生产，等要起运，还佫会甲分做3批，刷咧到货。嘛强调讲，较早到的是55万剂，这是第1批。10月初还佫有60外万剂，办批要伫个10月初时，还佫会到20外万剂，合计拢总会完成140万剂的运送。记者综合报道。BNT 预防车今日透早送来，也毋过已经有去签着啊。因为12岁至18岁的学生伫顶礼拜就已经开始注射，因为注甲强要打底啊，阁欠30万档，所以有一寡学校会延后注射时间。也毋过延后了后，甲断考的时间伤晚，嘛有人烦恼会影响身体无爽快就会影响成绩。若全国即马敢若新北市无受影响，伫今日下晡，新北市12岁至18岁学生囡仔会总注射。BNT 疫苗延前9岁，配送的定序也延后。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无讲一定爱倒一天去注疫苗，就请学校爱做上好的安排。毋过煞拄到期中考，学生就惊先注疫苗，身体出状况，影响成绩。毋过若延后注射，阁会有染病风险。
学生的人数是早就统计好了，那理论上疫苗应该要控管是一定的量，怎么会在这个后面出现了疫苗不足的问题？这部分我想应该相关单位也要特别注意哦。专中教表示，学生若是延后注疫苗，对学生、老师甲家长来讲都是会有影响，毋是干那决定要倒一天注射遐尼简单。若这波校园注疫苗，各地头有先调查意愿，按意愿来列名单甲注射的日子，汇报中央来核准配发了后，才开始注。那以新北市来讲，17万名各高中生全台上济，有9.5%的学生拢有意愿。市府一开始就设定讲，9月20到9月30要全部注完。卫生局、医疗院所跟教育局，通通帮学校安排好、服务好。学校只要布置好一个适合合宜的施打环境就可以。疫苗供货可能无稳定，会甲对学生的影响降到上低。市长侯友宜下令，所有的作业拢由市府统一来进行，学校毋免家己甲病院直接，无抢紧甲抢慢的问题。7个工作日要全部做完，也正做这摆 BNT 延前教会唯一无受到影响的县市。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咱台湾万用企业，和美国的劳动部伫做囡仔工甲强迫劳动的黑名单，今仔日已经满1档啊。律师和平甲民间团体早起是去行政院门口陈情，批评行政院这1年来拢无作为，要求政府爱检讨，爱提出保障渔工、保护人权的政策甲时间表。起一个渔船的船舱顶头写着“救命 SOS”， 律师和平甲几来个民间团体代表，会再来到行政院头前陈情，指出有一寡船舱是外籍渔工的海上加价，因受到无人权对待，一直在发生。9月30号，更加是台湾远洋渔产品第一届互美国劳动部列作是囡仔工告强迫劳动制品清单的1周年，但政府犹原无作为。渔工人权改革，政院出面负责。台湾红列入清单1周年，律师和平指出，打击伫国际上的人权形象，更加有可能互远洋渔产品卖到美国受到经济的冲击。台湾袂当阁倒撇责任，要求行政机关之首的行政院爱带头解决问题。针对要从这个黑名单当中除名，你到底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去做？还有你在什么时候会做完？行政院代表接下陈情书回应年底的提出方法。有7大策略了，好，我们12月会核定它，核定农委会就跟会统相关的主管机关去落实执行，就是一个改革的时间表。民间团体代表呼吁行政院应该指示劳动部专权管理渔工劳动事务。目前甲这代志交予渔业署，根本是无符合实际，认为由劳动部接手，才会当解决目前渔业署里外毋是人的困境。记者林文国家报台北报道。来关心开始约3000万起的伫桃园头一座囡仔人的驾驶训练公园，是啥真侪爸母带囡仔去佚佗，结果伫停车场的入口扫实联制的所在 ，QR code 扫落了后，竟然是出现失踪的相片。市府表示已经清掉啊，嘛会去掠讲到底啥黑白搭，若是掠到就会处罚。我们扫 QR code 有不同的网址，还有清凉照。因为疫情关系，真侪所在拢设有实联制 QR code。桃园市议员谢美英议会质询表示，员工客约报告1年的中立区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甲儿童驾驶训练公园停车场入口扫描板，竟然出现美女清凉的相片，涉及交通局管理疏失。每一次扫描都会出现不同的照片，或者连接到不同的网站，有交友网站，有色情网站，让亲子超级尴尬。交通局表示，停车场甲儿童驾驶训练公园启用了后，地面公园归还中立区公所管理。交通局也现场勘查，发现邮票大细 QR code 的违规小广告已经拆掉。未来协同区公所加强管理，查获违规大广告，就移送环保局查处。交通局在这边呼吁呢，这个民众呢，切勿这个随意扫描来路不明的 QR code 啊，那也呼吁呢，不要在这个公园上随意的张贴违章广告。交通局也检视中立文化公园目前设置的3种 QR code， 有避免机车违规进入公园设置的举报系统，停车场内占用专用车架的举报系统，也有实联制。3种 QR code 提供的功能拢正常，并无连接到其他不明网站。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高铁顶半年平均的载客量敢若4成外。
虽讲即马人客有增加，毋过高铁是表示讲，也是无达到标准。所以，趁政府即马推出5倍券，高铁嘛要推出优惠甲好康，希望增加载客量。高铁通考即日起已经会当有效部分5倍券促销优惠方案，有民众看到信息走来问。高铁公司宣布，搭配5倍券推出史上上好优惠，包括会员以5倍券纸本买票满1000得送5节车票兑换券。买高铁假期也有真侪项的优惠，强调史上上悬的拍折。当然可以省，能省就省嘛。有需求的人应该就蛮有吸引力的，那没有需求的话，应该就没有就 nonsense 了。高铁公司表示，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运量表现无理想，平均载客量4成外。虽然目前已经降级，也毋过还未达到原本设定的运量目标。另外，因为自由座还未开放，也影响通勤族坐车意愿，所以高铁即摆除了推5倍券优惠活动，也伫10月份推通勤优惠。会员一个月内坐34班以上，票价拍75折。今年整个的高铁的运量，我们在投入的我们的运能中间，我们在所谓的承载率实际上只有4成多，那更不要谈到说5月、6月，几乎是非常低的一个数字。我们给自己的一个目标是，在10月份，在这个月，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我们原本公司规划运量的7成。高铁表示，拢确实遵照政府防疫政策，也拢依规定提报防疫计划。但是疫情转好了后，会当开放自由座，旅运人次有希望明显回升。记者综合报道。双十节国军的义演今日透早进行，有40多架军机飞过总统府的天顶，带乡亲咱先来看。今日透早2架运输机挂大面的国旗飞过总统府的天顶，这把国旗有45公斤重，是国庆有史以来上大把的国旗。了后，护旗队有阿帕奇直升机 AH-1W 超级白镜蛇攻击直升机有飞过。若国庆的义演，也有 F-16 IDF 幻象2000加 C-130。军机即马展现空军的战力。路尾阁有5台雷虎小组会喷出国旗的青色、白色甲红色3款色水的彩烟，这当年拢是上压的焦点。台关心陆送管理学院是公布全球所谓竞争力的排名，咱台湾排伫全世界的第8名，这嘛是咱台湾头一摆进入前10名。国发会主委景明星今日是表示，主要是3大指标拢有进步，尤其是伫科技这方面，咱排全世界第2，这嘛显示咱台湾伫数位转型，也有国际竞争顶面，赢面真大，拢真有优势。主计总处估计讲，今年经济成长率望会当达到5.88%，加上10月5倍券节的上路，国发会主委景明星伊正乐观的估计讲 ，GDP 望会当突破6%。亚洲开发银行，它在9月22号的时候估我们是6.2，自己估呢？你自己觉得台湾今年会到多少？是觉得可能可以超过6%了啊，就看我们这个5倍券还有相关的这个怎么样做更进一步的努力。5倍券的效益起行，刺激内需经济 ，GDP 望会当来突破6%。景明星表示讲，基本工资应该爱调起，不如过今年较特殊。部分内需型的产业受到疫情的损长，到今还阁有38000人咧放无薪假，甚至还阁有产业还未解禁。建议一方面，就爱来调起基本工资；另外一方面，嘛爱帮助受到损长的产业。经济成长的果实应该要分享给劳工了，对，尤其是基层劳工。那基本工资的调整基本上是基层劳工。许明春许部长也对外做了说明，正在研拟这个配套措施。另外，陆上管理学院公布讲，今年全球的所谓竞争力的排名，台湾排名是第8坎，超过日本、南韩，和去年甲比起起来已经进步3名。伫全球64个主要经济体内底，头一遍来进入前10名。那科技我们排到全世界第2。台湾在科技上的努力，我想是常年来大家都一直努力的。对于未来的这个数位转型，或者是国际上的竞争，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台湾的科技优势拢排伫较前坎，伫个评比的指标内底，行动宽屏用户的排名，佫较是全球排伫个头坎。另外，伫个科技开发甲运用、智慧财产权和科技发展基金之外，这评比指数嘛是拢是有提悬，显示讲政府咧策动国家数位转型，
有不止也好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体育会处理房市款今日去立法院报告，严格伫开会之前，伊就先讲明讲伊台语袂认同，希望立委陈柏惟用华语接顺。嘛，因为有一寡用民听无台语，所以尾啊，陈柏惟即届是用华语接顺。早上遇到记者有问我，有问你我的事情啊。不过我要讲的是，我们前面1年半的沟通哈，其实大部分也都是用中文啊。是的，这个实在是，我也没有拜托你学台语，或者是我认为哈，我讲得好，你会想要学，那个才是我的终极目标。对，我觉得委员对我非常好，我也给记者这么讲。好。立委陈柏惟进前用台语来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引起风波。30号退伍会主委冯世宽到立法院来业务报告，两个人的质询嘛受到关心。不过陈柏惟一开始就用华语来发言，随上冯世宽伫会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阵就讲啊，有一寡老英民是听无台语，希望陈柏惟会当用华语来质询。我台语不行，我当然希望他用国语来问政嘛。而且你知道吗？很多老农民打电话给我，他也希望委员用国语问政，他们这样才听得懂啊。另外，天然气是退伍会转投资的一项重要项目。不过，有立委质疑讲啊，这天然气公司从外管的时阵，拢是指定一寡厂商，希望会当开放民间的厂商来参加，嘛，互民众的负担的绩效会当更加低。所以我近期我带着我们的处长2度拜会经济部的能源局，就是针对外管支线的定价，它的合理性，它有一个公式。所以现在透过瓦协、各瓦斯公司还有能源局，我们是在商讨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平台，有具体的答案我会跟你做说明。副主委，一是尽快，二是不要拘泥在这些现有的人跟体制。是的，是的。另外，冯世宽嘛伫备询的时阵表示，退伍会会来派出2人到美国驻调，即摆已经选出其中1名要做过驻外务官的退将，另外1人还伫遴选当中，准备伫明年1月1号开始来服务。未来希望甲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来建立着官方的联络管道。记者张志雄、王德新台北报道。台北市长有寡问题，真正是因为社会主体议题几若摆甲内政部无拄好，嘛点名内政部处长华敬群。那华敬群今仔日是表示讲，一切拢是误会。今仔日咱总统蔡英文是亲身去国家主导中心，设置邦桥港仔翠的2大社会主体参加开工典礼。国家社会主体都市更新中心选伫咧邦桥港仔翠地区起2大的社会主体。总统蔡英文亲身到现场主持动土的仪式，象征今年全台湾13个社会主体都要起工动工啊。我们设下了8年20万户的目标，第1阶段已经都达到了4万户，已经在去年底如期的达标。第2个阶段要完成剩下的8万户呢，也开始启动。国家主体都更中心表示，蔡总统第1个任期已经完成4万户的社会主体，按算到明年底，包括遐日起，还佫有包租代管的社会主体数量会讲达到12万9千户。新北市嘛，伫109年完成起1万户的社会主体，为今年到113年，还要起3万户的社会主体。新北市长侯友宜讲，起社会主体对地方政府的负担嘛袂少，会全力来配合中央，不过嘛要持续随时做检讨。像新北市自己盖的有9处的社会住宅，那目前大概要贷款163亿，要偿债也要将近有60年左右，其实负担也不小。最重要的还是要摆在都更3件，把老旧房子快速的翻新，以及多元兴办社会住宅。所以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做好滚动式的检讨。面对台北市长高文地发出起社会主体听看听，新北市敢会缀咧做？侯友宜并无正面回应。因若几啊届因为社会主体议题意见无共款，几啊届去互高文地点名的内政部处长华敬群背回讲，这一切拢是误会。小小的误会啦，大家都彼此澄清了嘛。如果柯市长当然希望跟我沟通，我绝对愿意到市府去拜会。华敬群表示，过去1年中央决表完成的社会主体差不多有7600户，按算今年底进前还会有8000户的决表。中央希望甲地方共同合作，互社会主体伫咧地方会当真正有伊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那政府为着打压关厝价，有推出防止炒房的措施。
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今日早起伫立法院，伊讲信用管制会豆豆调整，未做一个调整。伊嘛坦白讲，政府爱互民众有才调买厝，而且政府嘛爱积极推动社会主体，互弱势有厝通住。为着拍炒房，政府去年底开始推出一系列拍炒房的措施。中央银行推出3波信用管制的措施，不过国内厝价也是持续咧压悬，引起各界的关注。早起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就金融稳定的观点，选择性信用管制是有效的。是不是因为还是压不下炒房，所以说才会持续的加压？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地产啊。你不能让这个房地产是一个硬着陆，一定要让这个房市呢要能够 soft landing。我们一波一波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微调的方式，而不是说我们第一波下去的时候呢没有效，所以呢我们在第二波没有效，我们在第3波。杨金龙表示，要让厝价等去到一般人买得起的价效，这个目标是伤过困难。若要改善这个真悬的厝价，就要为需求、供应、制度3个方面共同来执行，包括社会主体、租厝的安排等等的政策，来协助弱势族群买当有厝通好住。也若国内利率连立动，要是维持伫咧1.125%的历史低点。国内当时利息可能会起，杨金龙嘛讲需要观察3大因素。美国升息最快到明年底，对不对？对，现在市场一般都是这么认为。好，那假设明年美国升息，那我们要不要跟进？考虑到先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它的一个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的那个影响是怎么？看看我们的通膨情况，还有防疫的情况是怎么样？杨金龙表示，目前国内疫情有压落来，类似的服务业可能会豆豆复苏，互民间的消费稳定。按算今年下半年甲明年的经济会持续稳定成长。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俄罗斯总统普丁昨昏甲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见面。普丁是趁机会向对方推销俄罗斯的国产预防车，也毋过互土耳其拒绝。斯洛维尼亚伫昨昏是宣布讲，伊要暂停止交生预防车，因为有一个20多岁的查某囡仔自杀了后出现血甲塌过路，尾也不幸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丁因为随护人员确诊，伫自我隔离2礼拜了后，29正式解除隔离，并且伫官邸顶悬来会见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伊趁机会甲对方推荐俄罗斯研发的斯普尼克疫苗。普丁表示讲，伊接种这款疫苗了后，伊的抗体素质真悬，推荐埃尔多安会加强这会当来自斯普尼克。А что сейчас будете ревакцинироваться? Во-первых,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 а во-вторых, спутником лучше. А своих mal etmeyin. Hem zamanında alın hem Sputnik alın. Ben de BioNTech olarak aldım. Я уже это сделал, Pfizer BioNTech. Третью дозу. Сперва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邀请人来做疫苗，煞去食着2期啊！双方握手了后，埃尔多安伊就随离开。其实土耳其伫今年4月就已经批准使用斯普尼克的疫苗，不过储的量真少。因为俄罗斯也未提供足够的数量通注第2剂。也若斯洛维尼亚发生一个20岁的少年查某人，伊接种交生疫苗了后，发现脑部的血筋塌去，还有出血的现状。经过抢救了后，也是不幸死亡。Družini in vsem svojcem dekleta. Ko smo na posvetovalni skupini izvedeli, da je možen ta neželeni dogodek v povezavi s cepljenjem。示威的民众咧大声喊讲，这是为着后一代，这款小共的行为就要停落来，还佫甲警方ฮ็保着班车的物件。斯洛维尼亚的首都卢比安娜29这天有上万人上街来抗议甲疫苗相关的措施，因为发生接种2礼拜了后不幸死亡的案例。示威活动的诉求反对推行疫苗的号召。要求还未注疫苗的人，嘛会当享有这款同款的权利。警方是出动水炮车，发射催泪弹，要甲这个人来甲赶散去。另外，国际奥运会伫29表示讲，明年要上场的北京冬季奥运门票敢若开放予中国的民众来买，这嘛代表讲外国的观众因就看袂到。还未注疫苗的选手到中国了后，就要隔离21天，才会当来参加比赛。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
来关心厄瓜多是爆发加剧小台的冤家冲突，目前已经造成100多人死亡，还有48人受伤。警方用5点钟才控制局面，嘛超出几种武器。厄瓜多的加剧恶管理，今年相关的冲突已经是造成真侪人死亡。真侪犯人被压制放伫咧涂骹，警方经过5点外钟，才把这场加剧的暴动控制掉，并且伫咧加剧内面敲出刀啊、枪、手榴弹等武器。La Policía Nacional con elementos también de las unidades, junto con más de 400 efectivos, retomar el control y la seguridad。这场加剧的暴动造成死伤，还有犯人的头被斩断去，连警察拢受到轻伤。犯人的家属还有甲救护车动来。厄瓜多的海岸加剧被认为是因国家上危险的加剧，官员腐败，犯人伤多，工作人员无够，65座加剧，设计人用力3万人，即马已经超收9000人，关伫咧内面的人，还有人做帮派，甚至甲墨西哥几路的贩毒集团交结，毋但是有法度甲武器炸入去加剧内面，还有人交易毒品。2礼拜前，一间加剧才互无人机攻击，警方讲这是国际帮派之间的战争。总统拉索讲要甲刑期这版，还有轻罪犯人放出来。厄瓜多的安全专家费兰多卡里昂讲，厄瓜多自2012年就加剧的危机，每年平均有25件杀人案。2017年暴力情形更加严重，到即马已经超过170件。今年2月就发生过4件加剧同时暴动，造成79位犯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关心西班牙拉帕马火山喷1礼拜外，岩浆昨昏流入去大西洋。当地官员即马是警告讲，岩浆烧烫烫流入大海了后，恐惊会透放出大量有毒的气体。沿海的庄仔头即马已经封锁啊，居民嘛互要求讲，门窗爱关好密，唔通互毒气走入去。第29的时阵，西班牙的火山要持续滚车，侪火焰浆流落大西洋。西班牙军事紧急小组捌伫咧28监控空气的品质，迄当阵内陆的空气并无受到污染。伫这进程，当局认为讲火焰浆流入海面了后，蒸发的气体恐惊有毒，所以针对沿海附近3个村预防性先封起来。que estas zonas están fuera de riesgo, pues seguirán estas medidas de confinamiento vinculadas a ellas. 虽然目前空气的品质监测显示未受到危险，不过政府还是建议住伫西化的居民要用贴布甲淡的面巾，将门窗贴起来，阻挡有毒的气体走入去厝内。Cada litro de agua de mar pues contiene 35 gramos de cloruro sódico, con lo cual ahora se están evaporando grandes cantidades de mar, se está mandando todo este cloro a la atmósfera, esto forma ácido clorhídrico, pues hay que ir viendo cada día hacia dónde va el penacho en función de los vientos dominantes. 科学家表示，火山喷发的烟伫未来24点钟至36点钟，对空中的交通也未有影响。不过，若是持续喷出济火山灰，到时就要看风的方向，才有法度进行后手的判断。另外，火山要喷偌久，目前也无法度判断。为过去的记录来推论，像这款类型的火山爆发，为上底3礼拜到上长80多天拢捌发生过。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今头转来，咱国来地方上头，咱来关心伫网络买物件真利便，也毋过诈骗嘛袂少。伫台中就有一间卖面床、卖面皮业者，伊的相片、影片甲商标标头拢互偷摕去用，害消费者去买着懊悔，即嘛店家嘅信用嘛受损害。一件一件的皮带甲枕头，介绍标甲清清楚楚，水当当的网页排版，搁再配合业者受到访问的影片，甚至还有工厂内部工作的情形。但是这拢是一页式广告，毋是正牌厂商制作。不少的业者以比市价搁较低的介绍卖仿的商品，消费者受骗，店家也受到商业损失。一款棉被900多块，还买1送1。我说这更不可能，他平常在做折扣的时候，根本就哪有这种价格？标签啊，大致上看起来都很像，只是它字体是简体字，然后细微的部分做的比较粗糙。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你们家公司的东西怎么会卖得这么便宜？然后就传来给我看，一看，怎么全部都是不是我们的商品，后面接的都是就是我们的工厂啊，我们的生产流程，然后东西是大陆的货。
台中市法制局表示，网络买物件受骗的案件真多，其中又搁以一页式广告为新兴的犯罪方式。今年到8月底为止，台中市就有575件申诉的案件，比去年同一期加1倍。因为不法的业者大部分拢伫咧中国设厂，台湾受害的消费者甲厂商拢真歹要求赔偿。连大陆的公司我们都起诉了，但是光是要把台湾的诉讼文书送达到大陆去，就非常困难了。确认卖家在国内有没有登记的商号地址，而且是不是有经过原厂合法授权的经销商。要退货的时候，请在包装上拍照那个托运单，而且及时通知托运单上面的寄件人或者物流公司或者超商，要求退货退款。消保官建议，民众网络买物件收到商品发现有状况的时阵，会使向各县市政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提出申诉，而且要尽量较紧向物流公司办理退货退款，以免钱汇到国外了后就讨袂倒来。记者台中报道。高雄小港区沿海路伫昨昏发生5台车拢做伙的重大车祸，因为沿海路这段路拢是大车咧走较济，所以当地议员即摆就呼吁讲，已经延续1档的国道7号行建计划要赶紧通过。严格反对的团体是表示讲，即摆这个路线甲规划拢无下需求，要先解决才可讲。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大车、小车拢总5台拢做伙，其中1台和头前货柜车后方的连接车甲做伙的车，车体是严重来变形，驾驶嘛当场死亡。其中第4部的自小客车遭后方的大货车撞击，受困在车内。高雄小港区沿海路临近着工业区甲港口，货柜车、连接车真侪，事故嘛真侪。政府规划的国道7号争议真侪档也未动工，嘛互当地议员陈志忠讲，要赶紧来动工，啊无29号暗时这个死亡的车祸未是最后一件。必须把这些从工业区、从港区出来的大型车辆，货柜车也好，拖板车、连接车，让它有个专用道，可以直接上这个高速公路。不过，国七规划到今嘛，依然有民众有无同款的意见。你如果说是大车跟小车可以跟一般的民用车分道，那当然是很好。所以就是呼吁，我们并不叫做反国道7号，我们是反国道现行规划路线，是现行规划路线，不是最好的路线。自救会讲，因无反对着国家建设，不过国七有伤过侪设计，还佫有路线的问题，若是拢会当解决，因自然就袂反对。市府嘛表示会加紧着速度，希望伫2028当会当完工。记者王刘婷、陈天坤各报道。有风声讲，台积电要伫高雄设厂，这嘛互高雄的厝价直直起。即马高雄市议会开始开会，高厝价这个议题嘛正做接顺的焦点。市长陈其迈是表示讲，会落实社会主体甲俗价主体规划。毋但伫高雄，台南的厝价最近嘛是直头咧起，所以台南市政府嘛打算要提出防止炒房的措施。来到高雄男子四价拢是当咧起的建案含广告，高雄的厝价这几年直直起悬，进前传出台积电可能伫男子设工厂了后，厝价含地价也对咧起，互建商含投资客拢笑嗨嗨。少年人买厝的压力却愈来愈大。市长陈其迈表示，会阁增加社会厝体和平价厝体。南漂的人口也好，或就业人口，大概要有4万到5万户的住宅需求。这个部分，一方面用社会住宅，二方面，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整个住宅的供给能够增加这种平价的一个住宅。那高雄、台南这几年因为科学园区等等的建设发展，永康、善化等地区的厝价也对咧起。为着打击炒悬厝价，政府决定推动囤房税，引起讨论。有人烦恼厝税对咧起，也有人认为力头无够。不过多数民众也是真欢喜看到政府压厝价。他已经就是买比较多栋的话，那就是要缴多一点，我会觉得比较合理。房地产需要活络，但是一日三市型或者是说预售屋白单买卖、红单买卖的这种情形，事实上是应该得到适当的遏制。空厝济，厝价却愈来愈悬，这毋若是一个县市的问题。即马各县市政府展开行动压厝价，立委也呼吁中央重视空厝囤房的问题，想办法稳定厝价，才会当实现居住正义。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林管处甲保七总队抓到一件涉嫌侵占国有树木的案件，这珍贵的茶库是价值正100万，严格嫌犯即马是正讲这拢是水流茶。
严格警方也是依照违反森林法移送法办。花莲警方接到消息，一名住伫富里乡的姓吴民众出来外看不安珍贵的插头，特别向检方申请搜索票前往查案。结果发现，大概8吨外的插头中有真侪是管制大型警察。当场查扣国有珍贵林木、红桧及台湾榉木等，总重大约8000多公斤，市价初估大约是新台币100多万元。因为相关无法度提出来源证明，只讲这拢是移扣转来追查，不过依照目前相关法规，追查也袂当随移扣。漂流木发生的时候，1个月内，我们的人会派出去驻记贵重木，然后把驻记拖回来。那在1个月后，如果在一定的时间我们会公告一个一定的范围跟一定的时间，让民众来自由捡拾。林管处强调，开放扣的期间，无有标收价值的林木，只要木径口径伫20公分，长度2公尺，重量伫50公斤以下的插头，拢会当自由扣。林管若讲有标收价值的林木，也是爱前往管理处注记。记者综合报道。婚林馆内因为无分化炉，目前已经订超过3万吨的粪扫，为着要讨解这粪扫处理的负担。婚林县政府、婚林的环保局按算伫10月份到11月份，无要使用一届性的容器，希望对公务机关开始做起带头减量。环保局人员摕着循环杯来到店家推广减少一次性的容器使用，为了要减少粪扫量，婚林县环保局每下到市侪间的餐饮业者，将提供循环杯和餐盒外送服务，希望减少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如果有的话，应该会。因为我也蛮常买饮料，环保，但是也会卡到方不方便的问题。那如果是有优惠的话，或是有什么折扣的话，是吸引客人的话，我觉得效果会比较好一点。有业者表示，目前使用循环餐具消费者大约1成。至于婚林县环保局表示，为了要缓解县内粪扫处理的负担，为10月、11月2个月，县政府和婚林环保局将试办无使用一次性的容器。希望公务机关带头做起来减量粪扫。我们媒合了30家的饮料店家，然后还有28家的餐饮业者。那透过云林县政府还有云林环保局这边，先做机关这里的带头做起。环保局表示，以认为公务机关来讲，每天平均会当减少120个便当盒，70个一次性的饮料杯。2个月大约减少8300个一次性的容器使用，嘛配合店家60块优惠来做，为明年推广减塑计划来做准备。记者为您报道。救护车要救人，1分1秒拢袂使耽误着，拄着红灯有时拢嘛甲弄过，嘛出车祸。台南市的交通局最近是利用智慧科技甲救护车联动，准讲是救护车要经过路口，安尼车顶就会自动延长，避免车流阻碍救人。消防局一个接到民众报案，就会随出动救护车。不过有当时嘛拄撞到车辆较侪，虽然讲大多数的民众拢会让救护车先行，不过伫出勤的时阵，往往是赶蹦蹦，不时嘛传出甲其他车辆发生车祸。当然，如果发生事故，一定我们救护人员心理层面也会受到会有压力啦，也会有阴影啦。比如说可能在下次出勤啊，或是之后出勤，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阴影。上路之后一定对我们会有帮助啦。那当然也是还要再配合，就是用路人的礼让救护车的观念。台南市交通局伫现有的智慧科技公车系统，试办甲119救护车联动，便若是救护车经过基美生态病院的沿线21大青红灯路口，车顶的感应器就会自动来看车流量，延长车顶的时间，降低危险。救护车接近路口处，它就告诉路口的红绿灯，就是说我快到了。这时候路口的工业电脑它会去判断救护车通过的一个几率哈，就是说让救护车能够在通过的一个最佳几率，让它那个绿灯能够延长，然后红灯的部分也来做一个适度的一个缩短哈。台南市消防局讲，台南今年已经发生13件消防车甲救护车的事故。虽然消防局已经有编列救护车甲消防车的强制责任险。不过，为着要来兼顾抢救效率甲行车安全，已经伫10台救护车顶悬有倒这款的感测器，上紧会伫11月来试办。假使讲成果若是真好，会专门伫个消防车、救护车顶悬来甲装饰。记者综合报道。硬菜真侪人爱食，
大部分都上菜，无得上沙的。要么个伫南投民间的新北社区，因是摕硬菜、生咸菜，嘛加做在地特殊的好滋味。市面上出产侪款咸菜，用挂菜、长年菜生的拢有。毋过桌仔顶即罐是用硬菜生的。南投民间乡在地出产有名的冷泉硬菜，是用天然的冷泉所栽培的，口感特别脆。在地社区若推销青的菜色，即阵佫甲硬菜骨生做咸菜来推销。老师伊有一个甲阮点到了，点到为止，伊就甲我讲，你可以就是说利用我们的硬菜从头到尾拢无较家己。然后我回家之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已经试了两次了，嘿，试一试，哎，还不错啊。长久以来从来毋捌讲去想着讲咱这硬菜讲从我来做迄个，殊不知讲做出来，伊佫会囥，佫有酸气好食，即可能炒肉油啊、炒猪肉油啊也是讲迄个咱用凉拌的是可以。民间乡新北社区伫县府的帮衬之下，除了青的菜色，嘛拍拼打造社区的盘手，甲规张的硬菜自头到尾拢做上好的运用。菜骨啊，生做咸菜，菜叶啊，加做只软入月饼皮。今天我们把它的梗还有它的叶子，完全都没有浪费掉，呈现出来，就是我们的酸菜、空心菜。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月饼，我们的空心菜月饼。指导老师林廷辉表示，利用社区做出来各种产品，会当互社区的在地特产有更较侪发展，互因社区的农产有更较好的出路。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南投，这是陆国的当顶乌龙茶真出名。农委会的茶叶改良场专工气色工作站，最近佫有举办研习活动，请在地老师傅来教，希望把技术甲经验传承予少年茶农。南投鹿谷是当顶乌龙茶头起先出产的所在，为着确保当顶茶米的品质，2年前农委会茶叶改良场也特别设立当顶工作站。即阵愈来愈侪老茶农退休，甲予少年辈接手。当顶工作站举办4天的研习课程，要予少年茶农了解做茶自头到尾的流程和美感。一连规划4天的一个制茶行程，包含2天的一个制茶跟整形的部分。那第3天的话为陪茶，所以从制茶到陪茶一条龙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知道说整个的一个茶以及烘焙之后的一个变化。做茶的过程是高工阁复杂，当顶工作站特别举办研习，邀请鹿谷在地老师傅和工作站的农业专家，对茶叶发芽到烘茶过程设计详细操作内容来教学。我还是一样是分轻发酵、中发酵、重发酵的方式，让他分别性的学习到这3种不同发酵程度的一个，给以后他们要回去做自己的茶，能够有一个新的这样子一个基本概念。茶改场办理的这个研习，可以让我们跟在地入股的这些师傅，还有茶改场的专家，他来共同研习，他来学习这个标准专业的一个制作技术。4天的做茶研习课程，教学员安怎伫做茶过程维持茶叶的品质，老茶师一步一步教，学员之间互相讨论做记录。这届做茶的研习，传承过去老茶师的技术和宝贵的经验，互少年学员对做茶过程更加熟练，也加强知识和能力。记者综合报道。那伫高雄美浓农会开的传统超市是停车格了后，最近变身，号名叫做未来超市，要拼观光，嘛要推广在地农产品。你就是来到外国的卖场，也是百货公司的超市，其实这是美浓农会超市，在地经营42年的农会超市，最近才改造完成。很有那个高档百货公司的 feel 的，到超市的 feel， 不像是那种地区的那种传统的那个超市，跟以前差太多了。真的，这样现在这样用起来比较有现代感，人家见得比较舒服，购物那种心情就不一样。这个超市的天棚是用茶设计的波浪线条，嘛亲像草梨啊，阁有花架、装潢，全部拢是用国产的日本山仔茶。改造了后，号做未来超市，是想要传达台湾的未来伫农业，嘛是永续。希望说，透过我们国产柳杉的一个推动来讲的话，能够适度的疏滑，可是我们也是要把我们的树木把它种回去，那这样可以减少的其他的一些外国的
树木要进到我们台湾来讲的时候，造成的一些碳的排放的问题。超市内底嘛有一个未来厨房，饮料、咖啡、甲点心拢用在地水果甲米制作。超市嘛有专区，拢是在地农产品。过去农会超市一年营业额9000万，即马超市毋那是超市。农会总干事表示，只有全力推广在地农产，才会当减少未来台湾加入 CPTPP 的冲击。记者陈嘉文、罗维做高雄报道。来看阳明交通大学应用艺术研究所的学生囡仔，是用即马上届时行的科技来控制鱼翁仔，甚至佮结合 VR、AR 甲电子手龙来人捕地鱼，嘛互传统表演结合科技，增加趣味性。用电动遥控的方式，捕地鱼翁仔随叮当起来。原来翁仔内底有斗电动肌骨，每一个动作拢是透过学生手中的遥控器去控制。透过这个手把。然后坐在台下和观众一同互动，然后同时透过这个手把来控制这个布袋戏哦，然后来达到表演的活动。这是利用 VR 加 AR 技术，手龙啊挂好势，镜头叮当一个，电视内底布袋戏，就会当完成几啊款困难的动作。我们利用 AR、VR 的技术，然后手势的方式去，不用布偶，我们就可以操作这个布袋戏。学生讲，透过展览，除了在设计过程中学到科技，嘛更较熟悉传统的布袋戏文化。布袋戏本身的一个很有韵味的这个历史文化，那我们都觉得其实对台湾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笔财富。团队把专工去拜访资深的布袋戏艺术，记录老师让布袋戏翁仔的动作，希望每一步拢会当完美展现出来。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道者，咱来关心下半部各地头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至32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